骨力拍拼的台湾青年，作者丁宏珍。即马阮伫大学咧教台湾语文即款的课，逐冬拢有学生还未满20。毋过，阮的头毛是一冬比一冬搁较白。近来，阮不三时烦恼家己无时间好好学习新的物件，感觉真心虚。因为安尼，阮是要安怎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呢？读成功大学中文系的时阵，阮捌去历史系听台湾美术史。萧庆水老师捌甲阮讲，咱人爱随时替家己增加价值，把握逐种学习的机会。有多元价值的人，机会来到面头前的时，才有才调甲抓好调。伫新大中文系读大学部的时，阮是班上头名。大学3年的学期，阮就用5专的学历考调新大中文的硕士班。毋过，想袂到，今仔日阮所教予学生的物件，也就是阮的趁钱工具，有真侪拢毋是过去读中文系所学到的。今仔日阮所教予学生的物件，有真侪拢是阮家己主动去学来的。可比讲，走去历史系听林瑞明老师的台湾文学史，梁华宏老师的日本史，去听施炳华老师的台语课，歇寒甲歇热。去参加校外的台语文学营、台湾文艺营、台语文化营。暗暝去听成大基会社甲台语社所举办的台湾政治、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相关议题的演讲，嘛订看台文通信甲台语学生。参加台语文学创作比赛，嘛定定去图书馆借甲台湾有关的册。迄时，成大图书馆总馆甲文学院图书馆的册真侪，到今阮还真怀念。阁有为着要学习台湾文学、台湾文化，读大学的时，阮就四界去踅旧册店，找找绝版的册。阮兜真善车，若要甲阮阿爸讨所费，伊拢定定交代讲：钱歹趁，开钱爱欠。读册的时，为着要认捌咱台湾，阮拢爱去趁外路仔。通好来买册、拍车单、参加营队。迄当时，全台湾拢还无用台湾号名的系数。即马想要学习甲台湾有关的知识的少年人，就加真幸福，省真侪无必要的长月，社会学习资源嘛加足侪。实在互阮真欣赏。今仔日的台湾，因为过去侪人的拍拼，才通有即款的地步。未来的台湾绝对会因为咱的认真参与，互人搁较期待。咱做伙为咱台湾的子孙来拍拼，成做一个有志气。搁肯付出的台湾青年，继续栽培咱家己。